这两天高雄落大雨，三林区有一个富人人为着要拼这狗仔，无说力气下落去大排狗，互水冲去不幸归往。新竹市区早起淹甲真严重，车拢无法度过5座抽水系统拢坏去。市政府宣布下晡停班停课，家长爱来带囡仔，引起民众不满。今透早有一个查甫人从入去这彰化地过铁基路，为着要翕相，人未护险，互火车弄到送病院了后，医院救无回来，事故原因可需要调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两天落大雨呢，这高雄沼青的美山路和大寮的山顶沟仔呢，这下水地是规拢淹起来，伫附近的车呢拢浸在水里。那公山呢有一搭农舍淹水淹甲真严重，警消人员出动这树林船，甲6个人救出来。另外，伫咧三林区呢，也有一个这富人人为着要拼这水沟仔，无说你设入去大排水沟内面，互水冲去，不幸来过往。过节了，搁转到现场，这个伫咧高雄山林区上平里南浦巷附近的沟仔，水也是真错流。25尾暗，一个73岁姓黄的妇人人，甲因翁伫咧做田的时阵，看排水沟塌掉的要去清，所无细力抱落去大排，互水流去。大排出水口，寻获确认为失联民众。已明显死亡，并未送医。妇人人不幸死亡，请在南部这边无稳定天气第一位罹难者。洪台外围环流甲方面瓦郡，高雄连续2天地延时强降雨无停。25暗伫咧翠华路，高雄接近细云站附近路淹水，塞车塞甲真严重。20早起公山区兴隆街一个农舍，因为淹水，6个人掉伫内底，经消使树林船去救。唔知讲淹啊大啦，淹啊系啦，应该是这样。路卡消防队。地延时强降。兴隆街相侧路口嘉兴路水淹正悬，有人则甲厝内水扫去厝外，要么大车驶过水阁淹入来。哇，就是这样啊！沼青区美山路19巷的民众怨讲淹水问题拢无解决。美山路19巷这里，您可以看到呢，货车现在是停在这里，没有办法过，因为这里已经拉起了封锁线。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后面呢，整条马路都已经变成了水路。根据当地居民所说呢，水深最高呢到成人的胸口。强降雨也是安怎，才就淹啊，拄着迄个涨头的日子就拢会淹啊。哎呀，上悬捌淹到2米外吧。铁路因为大雨，水拢淹过铁基路。地铁中州到公山之间双线拢捌停驶，到台南就没有再往南下了。那就是要坐区间车，要到新左营站再转自强号。天气无稳定，高雄状况真济。国军第4作战区也传发电机、抽水机，也派上千位阿兵哥待命。因早起伫高雄的美浓区、山林区，也有屏东等所在协助清路、排除障碍、加护安的工作，互民众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美克拉风台和西南风变强影响，台南对昨暗开始一直落大雨落几暝。这两家182线呢，这车路绑起，电话条啊也倒去。另外呢，这永康东区真的也未少所在拢伫咧淹水。虽然讲有一寡所在呢，伫中昼过后水有较退啊，不过这款不稳定的天气是还未结束哦。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出门在外爱特别注意。本来的淡马路已经崩塌落落去山坪，台南市龙崎区市道182线20公里往关庙方向的车路，未堪底延时强降雨带来惊人的雨量，大规模路基冲蚀，台电输配线电话条啊嘛受损倒去，造成7号停电。目前现场双向封起来管制。就是开口契约的厂商来打钢板桩，就是维持至少要1线以上可以通行。那个因为现在下大雨所以厂商现在要做有点困难。市区的状况嘛未少，台南为25暗时开始落大水雨，真侪车路严重积水。国道1号人力交流道如龙路出口封起来，下边下太子路的暗坑嘛淹去。永康区台湾路甲昆山科大宿舍即块咧水淹到骹肚，小货车半脸拢浸伫水内，未少骑机车的人被逼落来牵车。延德区的一间教训班灾情更较是严重，在外带教练车拢浸伫同一锅水内。我想早上下来的时候，有学生跟我说，
看到有人在外面走，已经到小腿。市政府研判是极端气候各加大楼等原因，和眼眶人潮真侪所在积水。民众细日下过涂骹商品，这是台南仁德区文德路的便利商店，底现是强降雨造成灾害。同一条路美容院嘛淹水，这来积水50公分悬，语气嘛歹去。我觉得应该有20-30万应该有，因为我们那个热塑机很贵。专门市观赏鱼出口业者嘛有影响，凡市场积水，鱼仔拢顺水沟流出去，初步估计损失上100万。降雨量太大了啦，然后现在那个外面的抽水马达也没有作用，那个水泄不及，所以导致里面整个鱼池都淹水了。新化区北势里有民众掉伫内底挖靠救生艇出来。事实上是我们已经穷尽所有的办法，那所以呢，我们还希望说，我们也希望立法院多帮忙，那跟中央再争取更多的治水经费。熊熊落大水后，未少市区变细条河。好在在日落中昼了后，仁德区、永康区积水已经退啊，只是不稳定的天气也有可能造成灾情。台南市呼吁民众随时提高警觉。记者采访报道。来看新竹，讲到这新竹市的市区呢，早起淹甲真严重，车是拢无法度过，有5组的抽水系统是拢坏去。那新竹市也宣布讲下晡停班停课，学校门口口呢拢是家长要来接囡仔登记的。这家长也批评市政府伤过拖沙路。另外，新竹的关西往小人国六福村一寡游乐园的车路发生水崩山，那消防局也有接到3站失踪的通报，其中有一台车淹水掉车，找到时阵呢，这查某驾驶已经过往。新竹市光复路规条路拢变做溪，附近的学生若要上课，连过一个车路拢真困难。预到斗3工，才法度行去对面。一早起，大家拢出门要去上班，因过路的淹水真歹行。另外，中华路、太环路地下道拢淹水，车拢无法度过。更加头疼的是，有5座抽水系统拢故障。学生也无法度上课，因为新埔高中后山崩山。学校的砖仔墙拢倒来，水淹在学校内底，地下室规拢淹去。全校的教职人员拢伫咧清，学生也赶紧停课。日落规工，新竹雨落未停，新竹市政府赶紧宣布，中昼过了后停班停课。学校的门口有真侪家长赶过放假来接囡仔。大家要工作，然后早知道我早上就不要送过来了，对不对？你应该提早说。新竹县情形也无好，金龙路状况真侪，路淹水，2线道拢看袂到。附近的头前溪，因为雨水一直灌，规拢涨起来，雨一直落到下道。新竹县关西要去小田国六福村游乐园的半路，山壁崩坏，树仔倒来菜地路中，拢无法度过。整个山都一大片的崩下来，影响到双向通行。马上通报公所，在应变中心。伫竹北雨水是灌到地下停车场内面，民众厝内饲的水壶因为豆仔无开涨起来，强要雨水流去，大雨也造成竹北市新丰乡、新保镇有3件民众失联的案件，其中竹北市是因为淹水，一辆车掉了，驾驶失踪，并消防人员沿路去找，上尾找到失联的姓吴的女驾驶，不过已经不幸死亡，另外2件抑阁继续伫咧找。另外，伫国道1号有几落大车弄作伙，上报42.8公里南口出口的所在，发生一件9大车的连环车祸。消防局启动大量伤亡救护机制，正罕见的车同机场消防队支援，14个人受伤送病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行口透早呢，这代替中华园林到社头路段，有一个查甫人，敢若是为着要撞入去这铁轨路翕相，火车司机看到伊随家单喇叭，可能是这人未护闪，互火车撞到，送病院了后，依然是救无回来。那这死者的身份和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受伤的民众伫救护车顶赶紧要送病院急救，代替中华园林到社头的路段，拜五透早6点多发生死伤的意外。警方调查指出，这位查甫人若像是撞入去铁轨路要翕相，结果一台3005车厝的区间快车经过，火车司机发现有人随打洞仔伫车饲喇叭警示，但也是未护闪，火车直接撞到人。26日6时40分，于园林社头间。机起233K， 经查该男子已站立于上述时间地点拍摄，
经台铁3005次事件发现后，仅认加鸣笛为能不及撞击该民众。警方接到通报，伫事故现场大约100公尺远的水沟啊，发现这位后火车弄到民众，人无明显的外伤。经过救护人员评估，虽送病医急救，但是人嘛是救无回来。抵达现场，列车长表示有撞到行人，现场未有发现人员，救护人员往北大概100公尺，在水沟处有发现男性1名，年约60岁。疑似欧卡给予 CPR AED， 不建议电击，送往最近的延荣医院。台铁嘛因为这站事故，西正线先改单线双向通车，上北甲落南拢有车帮受到影响。警方伫拜五透早8点20完成采证，台铁伫8点25分恢复双线通车，但是死者的身份甲详细事发原因，也阁需要等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杨思晴综合报道。阿曼政府国际海事组织 IMO 宣布启动临时航运走廊了后，真侪货运邮轮拢赶紧离开，想要到2个再变卦咯。这中英海运的货船张丽轮通过荷姆兹海峡的时阵，唔知是互什么物件弄到，因就怀疑讲是伊朗的无人机来攻击。中英海运表示讲，目前人含船是拢平安的，船也已经驶离开荷姆兹海峡。另外，中油也讲，因为政府头3个月杜拜能源号邮轮载200万桶的高硫原油，已经通过荷姆兹海峡行向台湾，按算7月中会到位。邮轮驶伫海面，阿曼政府和国际海事组织 IMO 宣布启动临时航运走廊了后，荷姆兹海峡附近是总算出现大型邮轮来通行。不过，速度来说传出意外，中央海运旗下货轮中丽轮，日5通过荷姆兹海峡的时阵，驾驶台顶悬在建筑正船旗，互唔知什么物件弄到，疑似是受到伊朗无人机的攻击。伊朗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是伫社群软体发文，讲是唔管任何船，若是航行路线超出指定航线范围，都未阁有安全通行保证，引发讨论。对这中英海运表示讲，中丽轮是照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的航路来通过。经过船员初步的检查，发现这年前和驾驶室的塔门受损，人船货拢平安。即马船已经平安驶离开荷姆兹海峡，登来亚洲。目前如果要从荷姆兹海峡出来，就一定得遵循伊朗那边的规范，他所要求的航道，遵照伊朗当局或双方的协议的情况跟方式，大概都可以慢慢的疏解。但是因为现在有一些基础设施还是被破坏掉了嘛，所以整个原油的产能或者是输出的量能，估计大概也就70%左右。不过有船只伫荷姆兹海峡防攻击，国际海事组织宣布讲会暂停货轮撤离计划，佫引起国际不安。当伫波湾地区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警告讲，假使伊朗威胁也是阻挡海峡内面的货轮会有麻烦，佫强调美国希望美伊之间会当有一纸协议，但并未无价代价来达成。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it's a game of semantics. The reality of it is that no country on earth has a right to charge for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nd that will never be an acceptable condition of any deal. The president's been fundamentally clear about that. 卢比奥嘛反驳德黑兰想要伫荷姆兹海峡收通行费的想法，表示这会造成规个铁底乱起。真侪货轮、邮轮是趁目前有条件开放通行状况之下，紧加速撤离。台湾的中油嘛证实讲，因为战火留伫遐已经3个月，大摆能源号邮轮载200万桶的高硫原油，已经顺利通过荷姆兹海峡，登航向台湾。按算7月中到台湾，会看三小调度的情形，分别伫大拿燃油厂和桃园燃油厂来下手。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美国影响，今日亚洲股市拢落，即韩国落5.81%，日股是落4.15%，那台股呢是落1683点，收伫44571点。那台积电是收伫2340块，落50块。联发科呢是落到无到4000块。就算这台股今日有落，不过这国发会公布5月的景气灯号，同款是红灯，显示台湾的经济和景气动能是真稳定的。受到苹果调起产品的卖价和美国联准会有可能起利息的影响，拜五亚股是全面大落，日经指数收盘是大落超过4%。韩国中嘛触发央长机制，中场是大落5.81%。台股嘛是同款，收伫44571点，同款大落1683点，创史上第3大的落点。涨价潮不会只有苹果发生，或许其他的一些消费电子的业者也会更普遍性的去调涨。同一时间就是美国的电子期货
盘还是在一个走低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台股交易时间就呈现一种多杀多的格局。这礼拜台股的走势是有起有落，拜一是大起1276点，到拜二是落640点，到拜三落势规个扩大，大落1057点，拜四个又转来，小可起211点，拜五是落破45000点，搁大落1683点，创史上第三大的落点。专家分析，拜五上市类股是规个拢是青色的盘面，半导体龙头类股台积电是落到2340块，落50块这么多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4000块的大关嘛收袂掉，落停伫3880块，大落430块。千元高价阁是落到49000金，开价股王信华是一直在打底，活中到盘的时阵开始落停，终究是落停所死，收伫15615块，大落1730块，创台股史上上大的落停金额的纪录。被动元件的龙头国巨以及上热的大厂奇鋐，这些都是下跌跌幅蛮多的。那主要还是刚才讲的筹码凌乱可能会陷入一些整理。虽然台股一直震动，不过台湾的经济含景气动能是持续稳健。国发会公布5月景气灯号是继续跟第6粒红灯来看未来，因为国际分段服务商调升资本支出这因素受惠，会持续带动出口。但是落来嘛是要关注主要国家通膨和货币政策走向对台湾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去年风台宜兰县是算长啊真严重，行政院今年4月宣布要补助宜兰县4500户饮水超过50公分的徛家，一户上济47000，补助因这钱来做这防水闸门。不过到单呢只有20户申请，县政府表示讲会加强宣导。宜兰苏澳溪水内底染涂即条例，县府虽派机械来乌涂，避免像去年风灾，苏澳市区搁再做大水。苏澳市区这个加油站附近是去年风灾淹水上深的所在。除了青土沙防做大水，行政院今年4月公布宜兰县防水补助计划，若是有淹水超过50公分的徛家，逐户上悬会当补助47000，预计会当补助4500户。不过灾区民众申请的意愿并不悬。你看，15年之后淹到红色那边，比我的人还高。哎呀，所以没有用啊！你防水闸门那个。用的高度也没有很高。其实你如果做了，结果水还是淹比原本的地方高，还是没有用。没有用。民众认为，虽讲有补助，做水闸家己阁要开真侪钱，不过嘛无一定有效果。拄到像去年风灾极端降雨，处理要是淹水，苏澳镇长李明德嘛说明，民众是安怎无要申请补助。如果外面水太高，它其实那个房子里面的水。就是从外面水还会倒灌进来，就是那个民众的房子里面了。根据县府统计，今年4月20日，水闸补助申请开放到单，规个宜兰县目前有20户提出申请，其中上严重的苏澳，干那8个申请，也若灾情嘛真严重的罗东镇，甚至无人申请。有民代表就建议，县府应该建议，把申请的标准降低，为50公分降低到30公分。那我想说，后续的话，县府会跟各乡镇公所再来做一些讨论。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的讯息宣导给更多的民众知道。水闸补助期限到明年底，县府就讲，这个补助会当补助民众一半经费，标准和其他县市同款，会继续把这个方案推测，迈和各乡镇公所来讨论，加强宣导，提升申请的件数。记者综合报道。就好，食饭时间来看这条，讲到今年热天酸也大出，这麻灾也大丰收。不过英国呢，这麻大部分拢是销到日本去，却受到中国饼俗价来竞争，出口日本的量有变少啊。这高雄的兴达港渔会含业者来合作，推出用米做的汉堡夹，内面有包麻，也研发真侪加工产品，咱做伙来看卖。讲破烧麻，大家拢想着讲做便当，用过怎么也变做米汉堡的食材。素食业者用高雄产的切片麻鱼，国家努力2丝，而且限量卖才半个月就卖已经要到10万个。开发切片的兴达港区渔会顾问叶湘辉讲，除了麻，怎么要鲈鱼白汉堡，无吃鲈鱼切油较好食，产量增加3成。我们都有在做比较精致的分切，这个就是一般加工厂比较没办法做到的。那我们因应客人的需求，我们把它越做越小，越做越便利。今年东亚的麻鱼真多，中国国提悬放养量，国际市场一定会受影响。
本来今年产量也比去年较多，计销半2成。外销日本又搁爱甲中国俗价产品竞争，所以即马就伫咧想办法，安怎增加内外销的量。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加工。我们现在跟很多加工厂合作，就是用已经类似即食的一个料理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希望让更多的消费者，特别是外食族，微波一下就可以吃。水啊大出，请消费者斗相共，鳗鱼大出也同款。农业部长陈俊贵讲，要解决季节性产销问题，政府继续多方面伫咧推撒，希望消费者会当支持国产的农产品。一颗芒果飞了1万公里，好，然后用1000块的价格在国外都能够上市。那我们在台湾其实只要几百公里，然后一颗也不到50-60块。要互产销更加稳定，兴达港估计会怎么用冷链运输加加工控制品质，要若整治分切加工了，互出来人无多，甚至一个人大的人更加方便食。若切更加油，也当互幼婴甲老大人食。虽然成本会增加，不过销量也会增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传统饲芳的农民呢，拢需要用一卡一卡来顺这饲芳的箱仔，开真侪时间和成本。嘉义县政府引进科技设备，互芳农透过手机啊，就当监控到这芳箱内面的温度甲湿度，搁会当透过这芳箱的重量和环境变化，掌握到芳抑个蜜的状况。唔那降低这饲芳的成本，也会当提高蜜采收的品质。OK， 芳箱下骹的泵啊，随时记录重量，互芳农透过重量的变化。知影芳的数量甲芳蜜的状况，芳箱内底阁有监测的设备，芳农透过手机啊传的资料，会当掌握每一卡芳箱的温度甲湿度。芳农讲，透过科技设备的协助，唔但降低养殖的成本，也提升芳蜜采收的品质。像我目前的规模有8个场地，然后我们8个场地，如果每天这样一次要这样跑起来的话，从云林县跑到台南县。你看跨县市之后呢，你看这个人事跟油耗成本，我们的付出很大。但是装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家里或者是在蜂场直接用手机做监控。为了要提升芳农采收芳蜜的产业环境，嘉义县政府辅导芳农引进这种结合数位监测设备的智慧芳箱。芳农唔但免亲自进前一片一片开时间来检查，就会当发现芳箱的问题以外，阁因为这个监测设备减少芳箱互人偷摕的问题。之前呢，我们每年都基本要损失好几10箱的蜜蜂。那现在装了这个智能系统之后呢，我们蜜蜂其实说真的，再来都没有被偷走的情况了。智慧蜂箱除了配备有温湿度感测、智慧磅秤，那我们还有一个气象站，还有一个摄影机。那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在远端去了解蜂场的情形。嘉义县农业处表示，目前已经有8号引进智慧芳箱，根据因的反应。逐礼拜当省6点钟以上的巡检时间，芳蜜的采收煞提升10%。所内阁有27名芳农已经训练完成，希望透过科技设备，互因过靠劳动甲经验的饲芳工作，带来产业环境的改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无稳定，这屏东的雨降我是落甲擦擦落，包含着这东港、南州、嘉东这侪所在呢，拢袂输是因为这雨水袂赴透，规个是倒激起来。就算呢有加派这抽水机来抽水，犹原是淹到骹头附遐尼悬。啊，若伫咧山区的西仔乡呢，有2个钟头，因为水崩山红色警戒已经强制撤离195个人咯。另外，坎顶的这个江东村呢，也因为这淹水淹到车路袂得过，民众就爱使农机出来倒载物资，也有倒大油。大水雨一直落，民众坐铁外车载油桶出来打球，因为屏东坎顶江东村的对外道路已经被水淹到看袂出来路伫倒位。村长讲，江东村已经淹2天啊，官府加派抽水机咧抽，甲当庄内积水也是淹到骹头骨悬。因为车无在条件，即阵出入敢若会当靠铁外车。目前庄内有上千人，物资的方面暂时无问题。这是抽水机，他们的油不够啊，他们自己的车也不能过去啊，所以就请我们村里在农忙的这些农机帮忙一下运作这样。另外，山区的西仔乡者因为2天拢总落超过600毫米的雨，中央对内西村甲南西村发布土石流红色警戒。公所26透早遂进行强制撤离，一户一户去确认，甲195人安置到收容所，避免发生危险。可以先挤一下，如果真的都没有办法降，3大半的专家天气是还好，但是没有降，我们还是一样要坚守岗位。
沿海的乡镇这2天嘛，因为雨水上高，真侪庄头拢进水。其中东港的东新里，就算26透早雨转细水，也是继续涨悬。里长找无原金，只好先甲车路封起来，提醒几路民众注意。嘉东的江园甲南州的万华，拢因为排水系统消透袂利，水倒灌入来。就算县府加派抽水机来支援，规个水也是淹甲骹头骨关。县长周春美表示，现阶段以减灾甲复原为主，各地有啥物需要，都会当通报应变中心。在我们有一些村庄积水淹水还没退，我们赶快有一些物资的救援哈，还有协助。那公所这边也要呼吁大家有需要我们的国军的一个协助的话，赶快来申请哈。因为逐条大排河流的水规拢是甜的状况，一寡地势较低所在都较高倒激，造成淹水。26个全国雨水量头3名又搁伫屏东，官府嘛提醒大家要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做好防灾准备。记者高秉哲、柯家竹、邱用屏东场报道。继续来关心北部地区，这家人呢也骨落路段帮山树啊倒去缀着人家厝，甚至是电火条啊长期失电。市政府讲已经伫咧处理咯。咱来讲到昨呢台北市内湖做大水，真侪店家今仔日还搁伫咧摒扫，是无度做生意的。就国民党议员批评讲，这台北市政府团队若落实灵气，是根本就无所落实。大雨下甲有够紧，阁有够猛，家人通明街、东势街等等路段发生土石放落来，倒落去的树啊直接缀伫咧人家厝，互附近的住户是足惊的，就惊雨落袂停，引发更较大的灾害。嘛无处理，即嘛佫调动佫安尼落来啊，对啊，这若无处理哦，面顶迄哦嘛是佫会迄落。真危险。在地区公所紧急派人把倒去的路树刷掉，救封锁线，避免民众发生意外。因为现场附近的电火条灯气外窜，有一寡所在已经停电，台电嘛在抢修。现在我们目前先把清除好的树枝先搬走出去，林务局才会进驻第2报的部分。然后陆续组里面的雨一直下来的时候，会造成更多的伤害。镜头再来到台北，拜四的大雨，雨大湖真正变作是湖。伫咧金融路，厝主嘛赶紧用抽水机来协水，因为真侪水电的机械拢浸伫咧地下室，损失真恶算。突然间下那么大，一下子就淹了啊！我们都来不及反应了，我们的工具都全部都泡在水里面啦。工具就20-20万的工具嘞。另外一边内湖的文德路，虽讲水已经提起，啊，毋过真侪店家玻璃门，互大雨灌入去店内，已经无法度使用。为了清土沙，店家敢来当先暂停营业。玻璃也都破掉了，那边全部都丢掉了，那没办法。面对内湖区淹水的灾情，台北市长蒋万安26透早去视察，听在地民众的心声，因讲会加治水预算来改善排水系统。65亿的治水经费，我们要将台北市整体降雨的容受力从78.8毫米提高到88.8毫米。虽然讲县市政府积极处理淹水状况，不过中央气象署嘛提醒，拜5、拜6全台湾天气要是无稳定，民众就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雨一直咧落，全台湾的水库有增加水量。本地特别大地闸门水库欠水率对99%呢，涨到49%。南化水库也已经水是甜甲甜出来咯。另外呢，日月潭的水量也达到98%。北部的石门水库也趁即个落雨的机会呢，甲水卸一寡出来，顺续甲这条土沙冲掉，延长这水库的使用年限。专门提供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库已经到满水位，水拢开始满出，水正错流。这边大雨若是甲南化水库停满，台湾进前强要大地乌山头加闸门水库，这边水位也拢满起来。对即时监管会面看到闸门水库水位上升真明显，调水率自上价9%增加到49%。增文加乌山头大概就可以带进4250万吨，除了嘉义地区的水库在接近80%以外，其他的水库都在80%以上，那都接近满库的水准。因为日月潭本来水位是降到9只水龟拢看现现，对即时画面看到落大雨了后，第3只水龟已经强要看袂到啊。这边大雨虽然造成淹水的灾情，也过互全台湾的水库拢有报到，互这边开始的甲咱立即调做降水有帮助。降雨很明显嘛，所以说水库水情也都不错，应该全国的2期到做的一个灌溉水平应该没问题。
雨水多，牡丹水库已经实施调节性放水，因那北部的石门水库也把满水费，2001早起就进行阿母坪防污泵坑放水冲路作业，将涂刷水下出了流去溪流，水看起来正浊，水若愈浊流就冲甲愈清气。水库坐底涂刷若少，调水量就会当增加。把这个将近大概25万方的土方，能够透过这一次防淤操作，把它冲到河口去。那后续会是整个水位的状况来加大我们的这个冲淤的流量。水利署讲，因为气候变迁的影响，这马落雨正无平均，就算是伫咧顺期，也尽量将水流伫咧水库。但洪台或者是有明显降雨的时阵，会调节性放水，水才袂浪费，会流入去下流的脱水设施，或者是利用来发电，尽量让水资源做有效的利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湾内科住院医师全国招收率敢若61%，是有史以来上低。也烦恼讲，这内科医师若准欠呢，会冲击到台湾的医疗体系。卫福部长徐宗良也表示，已经要求这健保署检机提升值班科别检查费，也个值班费等等，也继续和内科医学会讨论对策，改善人力的困境。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吴明贤进前是传出疑似心肌梗塞送去病院，目前搁在住院治疗。第一破病进前搁在烦恼今年台湾内科住院医师全国的招收率敢若61%，创史上新低。医界烦恼讲，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三关慢性病的患者一定会增加。内科的医师若是欠未来民众会找无医师通看医生，及重担罕病的治疗嘛会找无人才，严重冲击到台湾的医疗体系。一旦内科的住院医师招收率下降，内科医师的人力不足，就有可能全面在急重难科以及一般的医学的诊疗的病人的权利都会受到影响。内科医学会表示讲，内科是所有医学的基础，内科医师的训练除了基本的内科学，佫需要心脏消化、胸腔科、内心等其他次专科的训练，另外佫有急诊、动情医学等专业训练。不过内科长期要面对正重的照护压力，必须处理多重用病等相对较复杂的病，佫要轮半暝班。但是健保给付并无对应增加，造成少年医师无愿意投入内科的领域。大家所期待的哈，那么对于不同工不同酬辛苦的科呢，那么应该来优先调整。那我想这个健保已经积极在做了。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近期呢就会先调这个胸腔内科。就总量强调讲，已经请健保署专门拨销必须要值班的科别，目前各行各业人力拢真欠。以医疗相关行业来讲，冲击上大的大多数拢是需要去轮半暝班的职业类别，因为优先考虑伫病医值半暝班的类别，替调升检测费含值班的费用，嘛会和内科医学会来合作拟定配套，改善人力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因为是欢喜或者是封神，就把这机票翕起来抛上网络。所以福报就表示讲，这票根顶头条码 QR code 拢有过注，那放伫咧网络平台，将有可能互犯啊摕去偷买，你的过注也会泄露出去。警察走到超商来抓人，佮掠去到另外一间超商，因为诈骗集团透过网络的诈欺，骗走被害人行动支付的条码，抢伫条码失效进前，伫超商结销偷入点数，造成袂少损失。因为即马拢是用手机所谓咧做交易，条码也是 QR code， 就真做重要的证据。数发部2日特别举行记者会，讲有民众要出国旅游，就真爱甲门票或者是机票抛去咧社群平台顶悬，啊毋过安尼做真毋通，其实各自是有外漏的风险。数发部讲，机票顶悬的条码其实有旅客名、定位的代码等等的资讯，若是有心人士利用公布伫社群平台顶悬的相片、扫描顶悬的条码，就会使知影旅客个人资料，登入航空网站乌白甲人改行程。另外，亲像分享演唱会门票，这票券顶悬的 QR code 嘛有可能互人偷摕去用，有可能去互人 copy 加价来转卖。啊，若原本买的人会防认做是黄牛去用调查。他去复制出这个假票。接着他高价售给不知情的受害者，所以等到你到场的时候，你跟你的朋友约好要进场的时候，闸门响起了，此票券已入场，哦，那这是欲哭无泪啊！不要以为说我随便涂一涂，随便的做一做啊，可能就人家看不到，哦，因为除非你用一些物理性的比较具体的方式去遮掩，哦，才能够真正避免让人家取得里面的 QR code 的数位资讯。为着避免无必要的损失，数发部就建议民众唔好将这票券抛去伫网络。若准讲真正要分享这 QR code， 一定要全部甲查掉，查好清清气气。记者综合报道。
监察院6月发布一份基建政策调查报告，认定政府伫咧戒严时期的国基政策侵害基建人权，造成本土基建的流失，而且自较早到今，独尊华基也拢无法律根据。就台基团体指出讲，这是政府头一届新任因过国基政策特殊本土基建受到侵害，要求政府呢就要公开来核实的，也要成立基建评定委员会，检讨法规和教育制度等等，落实基建的转型政绩。过去伫学校无讲华语，就会防处罚，这是真侪台湾人的经验。监察院6月发布调查报告，认定戒严时期实施国基政策侵害基建人权，造成本土基建的流失，而且自较早到今，独尊华语嘛无法律根据。另外，监察院嘛指出，国家基建整体发展方案是行政院主管的，照讲半年爱开一届会议观考检讨。说自2024年开始，就无照期间开会检视基建政策的施政情形，要求行政院就要检讨改进。检察院安尼调查落去了后，照讲就是行政院爱就阮的检察院的调查报告，因都爱落去改善嘛。吼，啊，照讲就是这部分，就讲看要安怎促进因会使做一个变成因一个行政院的一个施政的一个重点。吼，我嘛希望讲这个报告会使有一寡效果。有民团拜五召开记者会，指出这是政府头届承认过去国基政策致使台湾基建受到侵害。民团嘛认为，虽然今有国家基建发展法，不过欠缺强制力，也致使教育甲行政要是独尊华基基建评定袂当真正落实。因嘛提出诉求，希望政府承认过去的错误公开核实的，爱成立行政院层级的基建评定委员会，嘛要停止独尊华基教育的制度设计，推动基建政策的改革。过去政府其实无针对这项代志去做回应，所以其实我感觉今仔日这摆这个报告上主要以上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讲政府头一摆承认过去这个政策是错误的。用一个国家语言一个政策，佫是一个无强制力的法律，就甲讲咱即摆有咧处理其他的语言，这是毋对的哦。所以讲，伫遮咧要求政府呢即时就把这个华语政策、独尊华语的政策来改掉。若针对国家基建的专职单位，监察院表示，审计部在114年有针对文化部提出审核意见爱成立，各单却也无看到影，要求检讨改善。另外，国家基建整体发展方案敢若到今年，监察院嘛希望在下一阶段方案发布以前，行政院甲文化部会当参考报告建议方向，检讨国基建传承发展和发展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8月第4个礼拜是教育部定的阿公阿妈节，教育部也结合这个节日推出着慢慢啊唱、爱慢慢啊响的影片定件活动，鼓励呢这囡仔含厝内的阿公阿妈，甚至是阿祖做伙来分享母语、唱母语、讲母语的故事，也促进母语的传承。教育部指出讲，发现讲这家庭内面呢使用华语的比例愈来愈悬，阿公阿妈也拢无含囡仔来讲母语，希望透过阿公阿妈来甲含这孙讲话，甲母语传承。欢呼三，欢呼四，欢呼亲家前516来看戏。一阵孙仔甲做手歌互动，这是住伫宜兰的祖孙仔家庭，因定定伫网络社群牵一个花仔用台语讲耍笑激5人的影片，有的影片甚至有到200多万人次看过。囡仔的爸爸讲，因为家己是阿嬷带大汉的，台语真自然就借做家庭的使用语言，而且囡仔伫学校都会当学华语、英语等等其他的语言，要传承台语，就应该为厝里开始讲。全世界拢去保存家己的语言，我嘛想要甲阮家己的语言去保存落来。不过，这款讲台语的家庭，伫这个世代已经真罕见啦。教育部指出，这几年厝里讲华语的比例是愈来愈悬。真侪囡仔倒转到厝里，嘛甲阿公阿嬷讲华语，学母语的传承愈来愈困难。若大年的8月第4个礼拜日是教育部定的阿公阿嬷节，教育部嘛结合这个节日，推出慢慢唱、爱慢慢响影片定价活动，鼓励2个世代以上的家庭翕影片、唱母语来赚奖金。语言是文化传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用语言上面。歌曲是非常好的一个管道，因为很多祖父母可能不知道要教孩子什么时候，他就想说啊，我唱歌给你听。
教育部鼓励阿公阿嬷甲孙仔会当做伙唱歌互动，用时代上高的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录一段影片，记录世代之间的感情，嘛用音乐和母语继续拖落去。记者郭正王志光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委内瑞拉历史发生100多年来规模上介大，也就是规模7以上的地震。官方统计已经有235个人过往，超过4300多人受伤，也有5万人失踪，上百栋的厝倒去。希望讲会当赶紧伫咧黄金72点钟内救出愈侪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对空中翕到这个连2届大地震重灾区，首都卡拉卡斯北边30公里的拉瓜伊拉州断离倒壁。联合国统计，当地有超过100栋的厝体崩去，包括出名地标13楼高的爱德华饭店。不少民众下落不明，加上希望军队会当加入救灾。大地震了后，拉瓜伊拉州当地有商店随去用手夹。根据英国洛斯会统计，委内瑞拉原本就有大约790万人需要援助。这场大地震造成人道危机愈来愈严重。首都卡拉卡斯同款有灾情，有数十栋的厝体崩去。讲到这届连2届大地震的损害，居民是心惊惊。Cosas empezaron a caerse al piso, las paredes, fue horrible. Verá que el que no vivió ese momento nunca lo va a saber. 这届是委内瑞拉自1900年以来上届严重的地震，有真侪受灾户拢是差不多1970年代进前所起造的，拢毋是用抗地震的钢筋，敢若是用砖仔贴，拢无保强过，所以才有严重的灾情。专家指出，委内瑞拉北部正正就伫咧加勒比板块甲南美洲板块交界，这两个板块伫遮小 A 小 K 能量放出来，就会发生地震。La falla se activa en un sector inicialmente y eso carga las tensiones en otro sector de la falla, gatillando la falla siguiente. Entonces hay solamente unos cuantos segundos, ¿no? Del orden de 40 segundos de diferencia entre un sismo y el otro, de modo que uno es el gatillante del otro. 卡拉卡斯当地搜救人员继续对厝壳内底救出已经牺牲的灾民。美国地质调查所估计，这届大地震可能有超过1万人死亡。搜救人员继续咧搜救，全力救人。公司新闻景元强编译。天气热翕翕，欧洲上亿人正咧遭受高温，法国是重灾区之一。这几天出现有史以来6月上介热的纪录，巴黎就超过40度啊！民众3天去买电封困公园，这病院的急诊也拢是规个客满人，甚至政府下令禁酒，希望会当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那市政厅甚至把这结婚的礼堂改做是有冷气的公共空间。巴黎一间电子产品商店付钱时阵，每人手提一台电风，半点钟就未了了。Paris, comment au-delà de 25, c'est juste l'enfer sur terre. Les transports, c'est catastrophique. Non, je dors pas bien, mais je pense que je suis pas la seule. Enfin, on doit être tous là, quoi. C'est juste horrible. 日射抢电风，暗时抢草包啊！巴黎出名的小王山坪公园愈暗愈闹热，有人设吊床，有人铺野餐竹啊，啊，有人直接炸充气床甲枕头，准备要伫公园踮到半暝，甚至困到早起。C'est sûr qu'avec bébé, c'est toute une logistique différente. Donc je pense pas que je dormirai à la belle étoile, mais en même temps, si j'avais aucune alternative, confort thermique entre nous deux, ça nous gênerait pas. Et puis vu que le parc des Buttes-Chaumont est déjà 巴黎紧急的闪热中心差不多挖进客满，当局把结婚礼堂顶公共空间改造有冷气的闪热场所，提供予民众闪高温。另外一方面，互我救护人员替一个着山的患者架设紧急降温的浴缸啊，协助降低体温。总统马克龙呼吁民众最好保护加补充水分，避免户外活动。Mais on ne s'adapte pas à un pic qui n'a pas d'équivalent aujourd'hui en Europe et qui n'a jamais eu d'équivalent dans notre histoire, c'est-à-dire un pic caniculaire qui dure aussi longtemps et qui est à 15 degrés au-dessus des normales saisonnières. 巴黎救护系统接到心脏停气案件，24点钟内增加到平常时的4倍，病院差不多客满。法国政府把健康警戒提升到最高等级，要求病院增派人员，佮宣布巴黎部分公共场所禁止饮酒，也甲贩卖酒精饮料，希望降低酒精引起脱水，也佮掉水风险，减轻急诊的压力。禁令会伫拜5甲拜6中昼12点有效，持续到过顿工早起7点。同时呼吁少年人暂停走表假期的运动。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
竟然有人一直看球赛就会当趁钱，而且会当趁台票160万，遮尔好看的新闻，咱做伙来看卖。纽约时报广场人来来去去，不过即马经过人拢会注意到这座透明玻璃厝。碰见大荧幕的电视，一个规堆的四手啊，这两个美国球迷对6000外人内面运气正好，被选做世界杯冠赛员。伫内面甲所有104场比赛拢看煞，就当赚5万美金，台票要到160万。It's been fantastic. You know, this has just turned into a second living area. You know, like have my spot over there in that chair. You know, come in, do my routine, have my gummy worms in the morning. And you know, just get ready for another day of work. 那是160万，因两个伫咧纽约这段时间，所有的正大来回交通，普通时食一个参赛国家的各种特色的料理，一个厝内娱乐设施，全部拢是好似电视台的串流平台，够有名的顶载公司出钱。不过一工就来看6场比赛，身体感动会调。因讲敢若是体力的马拉松，不过好佳在世博广场，逐工拢有世界各地球迷来甲因做文化交流活动，帮助因提神。Especially if the match is really intense, you get sucked in and you're watching for like 15 minutes, and I'll look over at Kevin, and then I'll be like, "Whoa, there's like people outside." The first Brazil match, I think there were 1,000 Brazilian fans. 对这种工课，民众看法无共款，有人欣赏因的运气，也有人讲，互人看起来无温书。因为被选到的这两个观赛员讲，这绝对是因人生到这么上香港的面梦。不过连续39天，逐工看球，到时结束出来上想要做啥？ I'm gonna sleep. Looking forward to catching up on sleep. 所落来一个要加1个月的时间，这两个运气正好的观赛员会继续互纽约人注意，把这份世界所有球迷上欣赏的梦幻工作做到上尾结束。公司新闻4派3编辑。来关心天气，屏东一寡所在水也未退，为着安全设想，东港、新园、南州那边、坎顶、嘉东6个乡镇，明仔载是停班停课。若讲到这青光雨会一直落到拜1、拜2，才会变做是济云好天的天气。风台比克拉继续往北行，也毋过台湾受到西南风甲风面的影响，雨也是落袂离。拜国气象署也发布雨特报。 台湾各地拢会落大雨，甚至到超大雨级数的雨水量。尤其屏东甲高雄有可能会下超大雨，新北、新竹甲台南等等，嘛有可能会落大水雨。基本上除了花莲以外，台湾附近都有针对降雨发布特报，在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台东的山区都有来到豪雨等级的降雨哦。特别是在新北的山区、新竹地区，还有南高屏都有来到 大豪雨等级的一个标准。气象署指出，受到风面的影响，拜6各地天气也是无稳定。西北部地区有可能会下大水雨，南北部嘛会落大雨。一直到礼拜，风面慢慢向北，南北部的天气才会转好。若西北部也是会有短暂阵雨，若是过到台湾各地都有可能会落西北雨。那到了29号之后呢？ 南部台东可能整天断断续续的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其他地方就是以午后为主。午后的话，可能是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出现哦。那到了30号之后呢，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会恢复到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气象署讲，这款无稳定的天气，预估会延续到拜1、拜2开始，各地才会转做济云到好天。气象署提醒民众，这几天唔通去山区，出门嘛会记得扎雨帽、雨伞，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甲气象预报。 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2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1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29度，澎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2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